团队的，吃跳舞的地方饭的。开场的那个。我再说一下，五一大巴车。这里呢。哦，他手机离开这个地方就没有了。要不然连接那边那个吧？我就连接那边那个。没有吧？应该是我的哦。是。你那个看了没有？我刚刚看那个藤子，小浪么呢？我还没看到他呢。什么小浪？哪个？他拿来了。给我的。不知道。他给我买的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就不然我也怕在哪里。不是，他买的送我的。好。世界那么大。我要去看看。哦，我就啊，这个烟就是那个。那个就是文旅的吗？不知道。北海子那个。那个吧？嗯。可以上领导噻，那个文旅的嘛，不知道。那是云峰说不是。那是他们那个专门送哈达过的，他一直送哈达的嘛，一直送哈达。嗯。不晓得是哪儿的。云峰说不是他们统计的。哦。那就不清楚。真跑来送哈达的。反正没事，反正哈达是不建议，随便送，随便哪个都可以送。我那个车上不这个油放装好了，这个车上应该没问题啊。这个是跟等值的鲜花，我让那个送花的走了。对，中国是属于12的。最后一个结束了。行了啊，我那个可以发送的，可以发送。哎，我那个送花的，拿过来。鹏哥，把那个跟灯子嘛，哪个？灯子呀。灯子来送，我跟你说。直接送给他。送个灯子啊？哎，送灯子的。他是
哎呦，操！有点失分。这个我问了一下，999多，应该2800多块钱。不知道这写那个不知道是谁的，他没写名字，只是那个欧姆的嘛。啊，反正在那个花店它是999多，玫瑰应该是2800多，3000块钱左右吧。那边，对。欧姆的。欧姆的。我说，就是啊，有可能明天来吧，不知道，你这不想几天了嘛？今天是哪儿的吧？今天那区，西藏那区的。明天还要来哇？是不是？明天是不知道，没听，还没安排。这是罗汉巴丹，还有那个桑巴丹，还有那个扎克，还有那个生棉还有个尼玛人头。这次来哟，东广场来的这个年轻小伙子来了噻，他就想在个太阳水的地方唱那个签妹哟。我录个的，不要在哪里大家？这2个，3个花，一个等值的。推开一点啊！大家。这个等值的。推一下，照。这个好像送5的，听说是，应该是不知道说送5的。今天下午你在下午有下午，漂亮啊，楼上。姐姐那个是多少钱？直播的吧？我没看直播，你后来发的。你看直播就这个噻。昨天晚上。在看人气来了，还有中巴萝卜。看到你发的那个。中巴萝卜后面长的，我就走了。后来发的晚上。就在我们他们隔壁子，一个新开业的。对啊，就是他也不是咖啡馆嘛，就是其实也是那种。酒吧。我们隔壁子，5楼隔壁子。有比。我的衣服我放哪里了？那个收起来。这边有薯片，有横皮，薯片米都在直播。这个是欧姆的吗？欧姆的吗？哪个拿的？没写名字不知道。这只写那个竹荟园，只写了个小祖宗写几个字。他们怎样拿？我拿得动。拖车子拖过来的。真的拿不动。有卡片了嘛？有卡片。要是那些名字你知道，人家咋送来知道啊？这是你的，拖5楼很简单啦，找东西拖过去。这都走了，头发都走了。你看今天说的哈。黄渤，我本来。他们那边开没嘛？小罗马那边没去没开的嘛。给我打电话。
说好。今天不去，客户你不要去请，我们说今天晚上到境外来，境外有那个大曲的演出，他本来他说我们到青海过去，我说我偏要到境外，我想到境外，你看他们没有，没看到，转圈没看到他。我们的哥哥拿不懂喝例汤做嘛，包啊，拿懂不？拿不懂那个车子在这边儿，你们裤子上有拖车的嘛？这边拿拖车的。稍微找啊。哦，没办法，第二名车。他有那个车桩放在上面拖过去，把那个拖在上面放在上面，这儿拖过去。那个小点儿放音响的车子可以拖，放音响的车子可以放，它的可以承几十斤没得问题。昨天我们拍呀。